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早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是咱富强教会设教45周年的感恩的主日，也拄好是8月初8爸爸节。感谢上帝，虽然咱袂当实体礼拜，但是无论你伫什么所在，愿主的恩典甲咱正大家相甲伫地，也咱用欢喜、感恩的心做伙来做今仔日的感恩的敬拜。咱先默祷，准备要来开始。诗篇98篇40到60安尼讲，全地拢着耶和华手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声欢喜，唱歌学乐伊，着弹琴唱歌学乐耶和华，着弹琴甲诗歌的声音学乐伊。用号头甲扫角的声，伫君王耶和华的面前出欢喜的声，是咱都爱做伙出欢喜的声学乐。咱即时请敬拜团带咱做伙同心学乐，参加敬拜。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会当伫线顶同心来敬拜。首先，咱用诗歌甲祈祷来献上咱感恩的祭。我要请咱兄姐来做伙为咱的教会来感恩祈祷。今日是咱教会设教45周年，咱为着过去45年上帝所行一切奇妙恩典甲祝福来祈祷，为着所有优秀的牧者甲属灵的前辈，将做咱祝福来祈祷。煞者为着咱教会会当继续行伫上帝的旨意中，将做上帝所欢喜的教会来祈祷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所求主你平安，将做阮的祝福。我将阮的教会献上阮的感谢，为过去45年中间你所行一切奇妙的事，献上阮的祈祷。愿主你将做阮的祝福。主啊，所继续引导阮的教会，行到你欢喜的道路顶面。主啊，所感谢你，将一切荣耀归乎你，继续引导叫阮的教会。煞者，今日嘛是咱8月8号父亲节，邀请咱兄弟为着咱教会的老爸甲所有兄弟来祈祷，互咱老爸成做囝儿的尊严，会当成做囝儿的模样甲祝福，祝福所有的爸爸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喜乐的心灵，甲丰盛的生命。愿主兴起咱的教会，搁较侪兄弟较无主敬拜主、服侍主，互福阳教会成做一个公共的教会。咱开声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来祝福阮所有的爸爸，互阮伫你面前，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、看顾阮。主耶稣，求主你成做阮的祝福，成做阮的。所有的爸爸拢蒙你的手中，愿你来祝福阮所有兄弟，阮的公共起来成做教会家庭的头。
主耶稣，感谢你，求主你保守看顾阮的爸爸，关节感恩。咱个一届献上咱欢喜，感恩的祭。我听你跳浪的声，因为我可以。我在同样的路，因为我心中有你。我的奉献高尚的祭。所谓对圣所也受困求，我们对圣所也受困求，你有听见我的声，愿我记得那流摆在你面前，这最欢喜的罪。邀请咱兄弟姊妹为咱台湾的疫情甲安全来祈祷，让咱疫情能早日得到控制，恢复正常的生活甲工作。让咱疫苗能持续不断来注射，保守咱台湾嘅国际关系甲安全。为着咱的总统，甲阮所有首长来开声祈祷，咱请咱开声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你的保守，阮的疫情得到你的控制。主耶稣，求你保守阮台湾的安全，这里民众得到你看顾。主耶稣，阮的身体得到你保守，互阮疫情得到你保守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你保守阮，阮正做这个困境祈祷啦。主耶稣，感谢你。邀请咱兄弟特别为咱今日的聚会来祈祷，愿上帝赏赐咱拢有一粒谦卑受教的心。求圣灵来高抹咱这牧师，伊要用上帝话来教示咱，来激励咱。愿咱的祈祷中间、敬拜中间，求医治的灵、安慰灵，临到咱每一个有需要兄弟的心上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求你保守阮今日的聚会，得到你的保守甲祝福。主耶稣，求主你听做阮的帮助。阮今日聚会当听做一个上面充满祝福的所在。主啊，求你灵医治安慰看顾所有需要兄弟。主感谢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祝福福强教会，透过一个优秀牧者，甲一个属灵的前辈来祝福阮的生命。在这天灾瘟疫战乱的世代。变化常常超过阮的计划，但是阮相信，你要时时甲阮伫咧。你是阮的力量，是阮一切的愿望。你的确要引带阮，战赢对敌，保守阮脱离一切灾厄甲艰难，赏赐平安福气予阮。主，我们开声学了你的圣名，求你继续保守祝福阮头前的道路。祈祷上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邀请咱兄弟起立，伊哋厝内咱摇滚起立来敬拜俄罗主耶稣，天地稳定真正大。天地稳定真正大，天地第一传，无论风景甲热情，伊拢会作伴。咱着守生伊的稳。天天有存，无在的艰难变正慢，烦恼变福气。一天他一场，互咱稳定拢无线，为咱的生活，平安福气有这哩多。天地隆重三界。
的阮，记忆犹有存，无知的感觉变这般，烦恼变风雨，会叫甲伊带，予咱稳定拢无线，为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么大。主耶稣的确被因传咱，哈利路亚。你的把伊传，予咱稳定拢无线，为咱的心肝，平安福气有这么大，咱要为啥今世福气的拢总相共欢喜？三更欢喜，福气的隆重三更欢喜。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圣犹歌已经得胜利。主你已经得胜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圣犹歌已经得胜利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圣犹歌是万王的王。有大水的声音，荣耀我，灵风飞游歌，青天山，拢把白天白云，圣犹歌是万王的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说你是万王，哈利路亚。归主，圣犹歌已经得胜利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圣犹歌是万王的王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。已经得胜利，哈利路亚，荣耀归主，圣犹歌是万王的王。哈利路亚，将一切也归予主。这是咱的同心唱圣诗十八首，我心乐乐上帝。我心乐乐上帝，主怜养我的脸，天地万有三个英雄，可以我尊名，手把长梦追逐，永将大爱贯穿。世间情人的白，空中飞鸟应是出声，无伊我尊名，
来，起大因缘，我心阿罗上帝，伊的本对一个，虽然歹代将是上帝，伊阮当的心。情到临头的酒，那阵的啤酒，你的教会那最一个，更为你上帝。我的心要阿罗上帝，因为你是自然恩我的爸。主啊，愿感谢你。因为你是阮通倚靠的主，你是阮的漂亮所，你也是阮的快乐甲帮赞。阮即时恭敬伫你的面前，我要来做伙敬拜阿罗你，因为你是堪得阮来尊重的主。主啊，伫即个新冠肺炎病毒伫全世界流行的时阵，虽然阮台湾也受到侪侪威胁，总是你保守阮。互阮无受到大的灾害，互阮的台湾的疫情得到控制。我要感谢你的怜悯甲稳定。我要搁更加警醒，伫防疫顶面，也要更加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恳求，有你怜悯医治即个所在。我政府的官员甲医疗防疫的人员有智慧甲能力，互即个病毒会当得到消灭。特别最近雨水非常的多，伫台湾各所在造成侪的灾害。恳上帝怜悯，恳上帝来修复、恢复所有百姓所面对的侪的即款的破坏，互阮紧紧得到复原，得到平安。特别伫即个农历的7月，台湾侪的百姓受到民俗鬼神的捆绑，心灵惊吓。求上帝即个时阵赐落教业的平安，互阮，特别互阮遮的基督徒愿意伫即个时阵为着台湾来守望来祈祷，互阮也愿意来播扬平安的福音，伫即个逐所在。主啊，你阮台湾人，阮台湾所有的百姓，特别互阮正兄弟姊妹有即个勇气来传扬主你平安的福音。今仔日是阮教会设教45周年，感谢上帝伫45年前设立富强教会伫即个所在，互阮会当伫即间教会得到牧养，得到建造。伫这45年来，你的荣耀彰显伫即间教会，互教会侪人伫即个所在得到祝福，也抢救侪失丧的灵魂。我们因为安尼来感谢你，我愿意搁一遍回应你的呼召，来共同来完成你设立富强教会的目标。求你持续带领，并赐落侪阮所欠缺的能力甲人才，互你的教会将来荣耀大过现今的荣耀，互你的名高举伫即个社区，伫即个城市。今仔日也是父亲节，阮伫即个所在也恳求上帝，你赐落你大的智慧，赐落你的气力，互所有的父亲心灵拢健康，拢得到平安，互所有的父亲会当真做每一个家庭的祝福。圣神啊，求你即个时阵临在伫阮中间，开阮的心灵甲目睭，赶走一切爱困甲无专心的灵，也互阮透过今仔早起，无论阮伫现场的敬拜，也是网络顶面的敬拜，拢会当甲主你建立美好的关系。透过牧师所分享的，互阮带来新的眼光、新的意象。也恳求上帝，你赐落你的圣神，互阮有气力、有能力，会当活出见证上帝你名的生活甲活命，来互主你欢喜，互主你的名得到荣耀。即时，我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做伙齐声来祈祷讲：阮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
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。我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。因为国、权、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求你阿罗，叫我祈祷，你的家里将你救讨，我那所求。我的言文献出主笔，阿门。请坐。今仔日是咱教会设教45周年，咱的生活地要透过影音带咱来做伙来学习咱的上帝。咱即时咱先来听圣乐队来吟奏诗歌《耶稣的爱何等深广》。我
感谢圣乐队的献诗，咱即时咱来看2节的圣经，记载伫诗篇48篇第9节到第14节。诗篇48篇第9节到14节。上帝啊，伫你的殿内，阮少念你的慈爱。上帝啊，你的名传到全地，俄罗的声透到天边海角，你的统治充满公义。锡安山着欢喜，你的审判正确；犹大的城市着快乐。恁着设锡安，周围设一链，点算城塔，观察城墙，欣赏堡垒，通互恁对后代宣告。这位上帝是咱永永远远的上帝，伊会永远带咱。第10个圣经，咱要看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11节到第15节。你着将遮个代志，甲因劝勉甲教示，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，着伫讲话、行做、听心、信心、纯洁做信道的模范，着注意宣读圣经、劝勉甲教示，直到我来。毋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恩赐，就是通过先知的信息，甲长老团的hand手赐予你的，这个代志你着专心注意去做，互众人通看到你的进步。咱圣经头到这所在，咱今日是咱教会设教45周年，所以咱圣乐队特别搁要来献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是归伫耶和华。即是请圣乐队来献诗。
谢主透过影音，咱做伙来学咱上帝。虽然无现场无圣乐队吼，不过看到即个影音吼，互咱的心就跳欢喜吼。因为今仔日确实是咱教会生日大好的日子。早起牧师要用即个题目做伙来勉励，题目是主殿荣耀世代传续。咱邀请牧师来甲咱勉励。欢迎姊妹，大家早平安。真感谢主，互咱伫今仔日会当伫即个主的圣日，特别是咱教会设教45周年，今仔日拄好是88节，咱做伙组织伫遮无论是伫网络、伫线顶，还是伫现场，咱做伙同心敬拜。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，咱先来做祈祷。慈悲疼人的主上帝。天气变化无常，伫即个世界变化也非常的大。阮虽然袂当大家大来组织闹热来庆祝，总是阮对心底犹原要献上满满的感谢，因为上帝你的疼一直无离开阮。伫即个疫情还未完全来四散消散的时，阮伫遮做伙敬拜，犹原要继续来学习主你的话，请做阮的气力甲帮助。愿你的圣会荣耀继续，也阮做伙伫内底享受着上帝你美好恩典甲祝福。伫你面前感谢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拄则所读的两段经文，牧师伫今仔日也要透过咱今仔日咱的45周年的即个庆典，甲咱三甲分享两段。对主领袖的话，甲咱三甲互相来学习，甲互相来勉励。45周年本来是欢喜庆祝，咱有准备要伫主的厅的内面来举行一个大的闹热的庆典，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煞袂当安尼举行，甚至咱也袂当完全开放，兄弟姊妹拢来到圣殿。但是咱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主的圣殿永远存在。所以咱大圣是要来学习讲，伫即个环境的中间，咱来学习主的圣殿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意义？主的圣殿的荣耀是咧彰显上帝的权柄。咱要学习对主领受到即个祝福、即个恩典、慈爱来引带咱。所以，伫咱拄则所读的诗篇48篇，这段经文是咧少念咱的主的圣殿的荣耀。咱有三项的学习。第一就是讲，咱要伫上帝的圣殿中来少念伊的慈爱。来到圣殿的目的是甚物？是要甲平常咱逐日所经历到伊的疼。咱伫圣殿中来表达出来，这是上帝起造圣殿，也是今仔日咱每一个教会咱徛在的原因甲目的，毋是迄个建筑物，是呢，咱要伫迄个内面，甲上帝有一个美好的结连，时时来少念伊的慈爱。第二是上帝伊的统治充满着公义、审判正确。犹大的城市充满着快乐，这是原来圣经伫即个第10节甲11节所讲的。换伫今仔日咱咧庆祝45周年，咱应该学习的是讲，咱确信上帝的掌管是充满着公义的，伊的判断、审判是正确的。也因为安尼，咱要伫上帝殿做伙来高举上帝。看见上帝的荣耀，互早前犹大的城市，今仔日是咱所徛起的城市，因为咱有尊主做大，咱有上帝的荣耀来彰显，咱互上帝的公义审判施乐伫咱所有的社会百姓中间，咱的城市也就要充满着快乐。意思是，咱伫上帝殿就是要为着整城市来祝福。为着咱的国家来祝福，这是咱看见上帝圣殿荣耀
的第一个目的。第三是要互咱伫日常的生活的中间，也是日常咱咧做代志、日常社会的即个互动中间，咱有时会拄着软弱，有拄着挑战，有时甚至失败、错误、犯罪，总是咱阁转来上帝殿，阁一遍来强调、来确信上帝伊永永远远是上帝，伊的掌权是永远无绝啊，无伫迄个所在来煞，伊是永远伫引带咱，伫领导咱。因为咱确信上帝的领导甲引带，所以咱伫圣殿内底，阁一遍来高举，阁一遍来学习，阁一遍来确认安尼。兄弟姊妹，这是诗篇48篇所予咱即个美好的提醒。他今仔日咱45周年，原来咱是要扩大庆祝。照讲，即个时间咱应该是伫即个南坊的迄个大餐厅望招几百人做伙闹热。总是咱的计划赶不上变化。那这到底对咱有甚物款的影响呢？我相信咱在所有兄弟的确袂想讲安尼吼，迄闹热无去啦，逐项代志拢袂顺啊，毋是啦。即个庆祝会产生变化，咱看见即个社会产生遐尼大的变化，互咱更较大的省思讲，人的释法无法度人来延续到伫什么时阵啦？只有上帝的掌权甲稳定才是继续的。所以咱搁谦卑落来，透过拄则迄三大经文，咱三个学习，主的圣殿荣耀是永远存在，就是无偌侪人伫遮，上帝荣耀嘛无减少，是咱有经历到无？你伫圣殿有经历到无？你伫线顶做伙咧敬拜，有经历到上帝圣殿的荣耀无？迄是表早时是安有起造圣殿，是要互当时的百姓伫迄个所在来显露出上帝临在的权柄。意思是早前咱对上帝理解无介明显的时阵，事实上帝透过伫出埃及时代伫旷野的会幕，到后来伫锡安来起造圣殿，目的是要互遮的百姓有一个心有仰望的所在，有一个印证的所在，有一个领受开力的所在。所以主的圣会毋在伫伊的建筑物，主的圣会是在伫每一个心存上帝荣耀的人，伊的百姓，伊的子女的中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袂当大闹热庆祝，唱歌啦、吟诗啦，甚至跳舞啦，甚至表演啦，无。但是请会记得，咱会当安静来思考，伫45年来，上帝的荣耀伫咱的中间，咱经历着伊最奇妙的恩典。历史愈久，迄个奇妙神迹的故事就愈多。兄弟姊妹，咱回顾，伫这45年来，咱经过报道所，咱经过迁徙，咱经过头一摆圣殿的起造，到第二届，咱伫10年前所起造的第二摆的圣殿。伫主的圣殿的中间，咱伫迄个中间是要什么？是要学乐、唱歌、感谢。咱伫这个所在是要追求主的真道。伫这个环境的中间，大家人热心追求。咱伫这个上帝殿的内面，咱是要同心来祈祷。你我互相声甲声回应，心甲心相结连，为着要将咱祈祷的心思意念透到伫上帝的面前，透过祈祷会，透过大祷团，透过你我大家三甲同心的祈祷，佮尝试伫主的殿中，咱要见证上帝所行最美好的神迹。互咱侪人因为安尼看见上帝是活的上帝，
上帝是咧做工的上帝，上帝是咧永远掌权的上帝。搁一项，咱伫上帝的圣殿中间见证伊的荣耀。是呢，伫荣耀的主的圣殿中间，咱看见有一群可爱上帝的百姓。咱的出身可能无相共，咱家己的年纪、年龄、性别嘛无相共。咱伫社会事业背景，也是咱的教育背景无一定相共，但是因为主的疼，互咱伫内面互相相疼，彼此关怀，互相扶持。咱伫这中间，咱做伙欢喜乐乐，有时咱嘛互相来依靠安慰，遐悲伤的人，这是上帝的圣殿一个美好的恩典甲祝福。因为咱伫遐就亲像一个属灵的家庭同款。还佫有一项，伫主的殿中，咱积极地操练主的门徒。咱在做门徒的训练，咱在学习安怎热情来传福音，将上帝的救恩传播伫咱所有接触的人的中间。咱拍拼骨力来抢救灵魂，这拢是咱伫这圣殿中所经历到的。当然，要讲佫较济啦，但是大概是这四部分是咱伫主的圣殿，伫咱富强的圣会，咱所领受到的。前几日呢，咱伫这个华人的世界，一个出名的历史学，会使讲是安尼宗师级的诶大学者，叫做余英时先生，伫8月初1，还91岁，伫美国来过身去。所以伫咱台湾的学术界对伊真少年啦。伫咧少年伊遮个文章的中间有记载一项事，就是这个历史学的领导者，余英时先生呢，伊好大讲一句话，伊讲照对我所领受到规个中国的文化历史的研究的内面，讲我伫倒位，中国文化就伫倒位。安尼意思毋是咧碰风啦，是伊感觉到讲，伊有甲华人的精神研究了非常透彻，伊通表达出即个特别伊研究一个中国的特别的一个角色，就是诗文字的诗啦。讲诗即个精神伫中国的文化内底有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无论是即个朝代的变化，还是各种的民族的源流，但是有即个诗的文化，会当坚固着中国的文化，所以才有迄个好大讲我伫倒位迄个文化就伫倒位。这是余英时先生真侪史学界的人对伊安尼非常的感念，真侪拢是伊的学生就对。当伊讲这句话是要表达什么呢？我是要用这句话来鼓励咱所有咱的富强人。我希望咱富强的兄弟姊妹，咱嘛会当真荣耀来宣告讲，我这个单独的个体伫倒位，主的圣殿的荣耀，富强的精神就是伫倒位。意思是咱基督徒，咱富强人，咱无只甲咱限制伫这个教会这个礼拜堂的建筑物，是你已经领受到这个对上帝的经历，甚至基督伫你身上的见证，以及对信仰的坚持，还有你有一个美好的门徒训练，所以你到倒位富强的精神，咱上帝的荣耀也对着你。愿咱领受主的圣殿的荣耀，富强的精神，也成做每一个富强人的观念特殊。伫几礼拜前，牧师有分享到讲，这个宗教改革了后，对加尔文所留落来这个信仰的传统、荣耀主的传统，唯有尊叹圣经的传统，成做美国甲其他侪国家因创国的精神，
真做真人生的中间，感觉讲这就是自然，我爱安尼做的。也亲像犹太人，因家己自认是上帝的选民，因都爱活出上帝百姓的款式。啊，咱福强教会遐尼智慧，咱有即个观念特殊，就是放伫咱内底。咱毋是只干求个人的利益，也是个人有甚物款各方面，互我安尼感觉真快乐爽快啊！毋是，我个人的丰盛也毋是，是求整体上帝荣耀伫我的身上显露出来，伫咱富强教会显露出来。即个观念特殊，就是你感觉理所当然的，无甚物通疑问的，欢喜要为主来做见证。那各位兄弟姊妹，毋知你有甲我同款无吼？啊，我真爱看迄个运动的节目啦吼。啊，所以过去这2-3礼拜呢，东京的奥运会，我相信逐个人啊，无论你有趣味运动无，拢加减会互这新闻所影响着。啊，当这会做个精彩的故事、精彩的节目、精彩的运动，可能你我家己有家己兴趣的部分啦。毋过我是要对这边啊，真精彩的东京奥运会，互咱看见这项事。就是咱的新世代，互咱刮目相看。咱的新的世代，这少年人超出咱所会当限制。但是我是要感受着讲，这边主办国日本的条件，因为疫情对去年暂停，一直拖到今仔日要结束啊！吼，今仔日要闭幕啊！真侪外口人也是因本国拢感觉讲，哎呀，这办这活动都闹热就好啊，闹热无闹热就莫办啦。大概是一般的人啦，包括因日本人拢安尼想啦。但是落伫这个绝对的困境的中间，先啊，这个日本国因要主办，无观众嘛办哦，钱毋知了偌济嘛是要办。啊，到底是办了较济，还是毋办了较济？足侪人拢会想到这个议题啦。也毋过，因真正突破困难，还佫有感染，但是因有缘要办。事实，因遮的主事者有真重大迄个决心的心志，是因为日本国咱早10几年前发生3.11大地震，佮对去年开始拄着迄个世纪的大瘟疫的侵入。因知影讲，若无办到盛事，你也赢，我也赢。但是因知影讲，因这个精神若无提升，整个日本的百姓的民族会受到上大的伤害。所以忍耐，虽然有迄个传染的危险，这个奥运会中间嘛继续有感染，但是因就是毋惊这个条件，就是因要通过办成功这个奥运会。来振起日本人的心，互因的心充满着毋惊危险、毋惊艰难的精神。这是因办这个奥运会，伫迄个有钱无钱，啊有趁无趁，会了无了，也是有观众无观众，迄是已经次要的问题。这东京奥运会可能因为日本近咱这个所在，啊无甚物时差。啊，所以这边颠倒，咱台湾人原来无看好诶，煞颠倒哇！逐日个精彩的这比赛，互咱逐个人吼，特别咱台湾囡仔表现得非常的好，啊，所以咱吼逐日拢有安尼足惊喜的故事产生就对啦吼。啊，这东京奥运会今仔日已经要闭幕啊！伫这中间呢，有一个。日本因所做的迄个胜利的回溯，会当象征这个真重要、趣味，也是讲感动人的心啦吼。咱知影，咱台湾有第12块牌吼，啊，这是咱历史以来上济哦。啊，这个上台领奖，除了挂金牌、银牌、甲铜牌以外，就是因摕到一组啊，咱伫这银幕顶冠的这个花啦。看起来都水水啊吼，啊，咱看袂出伊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原来伊内面有真深的故事，内面有几啊种花吼，
这胜利的会所。啊，他这个胜利的会所，到底代表什么呢？原来伊有讲到这个故事，因为为着要彰显奥运夺牌得到金牌的选手的荣耀，因主要是要表达出日本行出311大地震的伤害，互日本对会中定头生迄款的愿望，啊，甲对选手的祝福。这会上呢，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人，伊就决定讲，因若是要制作这个胜利会所，设计啊，互伊水水，而且因主要是讲要使用这个311地震迄个灾区的灰材啊，因要互因知影讲，咱要对苦难中搁顶头开始安尼啊，所以因就对这个因日本的这个花卉的振兴协会，就开始来做设计。为了东京这边的奥运会，过来有一个拍奥，就是迄个残障的奥运会，要搁继续哦吼啊，做了5000束的胜利会所。这个会所什么内容呢？原来就是迄个所在，就是运用福岛县的洋紫梗，啊个黄金，啊过来是宫城县，就是拢是东北遐受灾上严重的城市，啊用迄个向日葵吼。啊，搁迄个所在东北迄个岩手县的龙胆，啊，搁来是东京京都的一条兰安尼。啊，所以这个洋桔梗呢，吼，咱若看这条花啦，吼，这个花内底足侪种啊，咱捌花的人就知讲哦，原来有紫色的，有太阳花，吼，啊，才有绿色的，啊，迄拢是遐花中间的一种，吼。啊，那这个花就是伫这中间拢显露出因对灾难的中间，佫定心爬起，用这个花来鼓励当地的农民，也要互这个领着花的人知影讲，这个花是充满着意义的吼。伊将这个福岛县的洋紫更是真优雅绿色的花蕊啊，伫这个土地来绽放。宫城县的向日葵，伫311大地震中间失去子女的父母所种的，来寄托因对囡仔满满的思念，因为伫遐有失去真侪的囡仔吼。啊，岩手县的龙胆是沉稳美丽蓝色的花，啊，通呼应即届东京奥运迄 logo 用蓝色的做花样安尼。啊，伫迄个花束的下面有因的即个叫做象征性的一个娃娃啦吼，叫做兔娃。东京奥运的兔娃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一个新的愿望，未来的愿望。啊，挂伫迄个花的推头的所在安尼。但兄弟姊妹，有影，伫咱所袂当预料的中间，东京的奥运会应该是真成功，除了无观众以外，真侪的感动的故事伫即几礼拜来发生。不过我相信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的确上印象上深的是咱台湾的代表队，吼，因表现得非常的亮眼。啊，互我伫遮要甲咱三甲分享讲，伫咱庆祝45周年，对咱有甚物款的提醒啦？咱的教会富强教会有甚物款的提醒？咱看见新的世代因的升起啊，甲愿望。有真侪评论讲吼，咱即马今年代表队去参加奥运会吼，无有咱较早迄种精神讲啊，志在参加，不在得奖，无人咧安尼讲啊。因出去就是讲啊，我就是要来得冠军的呢。我出来就是要甲这世界上好的选手来拼。因无过有迄款啊，咱拢输人的啦，咱输人啊，有参加就足好啊，无啊，所以这是表现出咱台湾新的世代的气质。因真乐观，真自信，袂讲拄着遐大国啊，就安尼头壳淡淡，毋是啦。因勇敢，无惊吓，但是因阁真谦卑，袂骄傲。啊，得到真侪友谊吼！啊，这是咱台湾的代表队，啊，这是出名的选手，羽毛球的选手。这台湾的代表队，虽然人数无多，但是拢是非常的优秀。因真正伫安尼坚强，啊无屈服，超越逆境，啊，甲过去遐包袱啊拢淡掉啊。事实呢，咱也看到内面的故事。咱台湾的体育的改革已经比早前毋知好偌济。较早是讲啊，
无意中捡到一个天才，就互伊去表演，若会成绩，就足好。即嘛毋是，事实咱若看迄个故事，知影讲背后有一群足优秀的教练、医学专家、训练专家，在栽培即款的囡仔。无论是银行界，无论是医学界，无论是这运动科学，甚至有心理学的。咱即马新的世代就是讲，疼惜咱的时岁，互因伫迄个充满着快乐甲愿望的中间来栽培出来。已经较早吼，单打独斗无共款啊。也因为安尼，台湾互世界来看见，咱毋是得到这奖牌呢。世界真侪新闻拢讲，到底这队是甚物队啊？这个甚物队啊？原来就是台湾。所以我相信，咱伫这2-3礼拜，虽然疫情咱袂当死过去啦，但是咱敢若伫电视前看见遐尼精彩的表现，咱嘛感觉足快乐。常常袂记得讲，即阵是疫情的中间呢吼。咱台湾人吼，哇，从来毋捌遐尼团结过安尼吼。伫中间有几若会出名的故事啦，咱大家拢知，我提起就好。亲像即个羽毛球的上打，头一场就输啦，人想讲安尼就抱啊款转去啊，无拍算即两个搭配伊个对伊的教练甲伊讲，你就是对地甲个轻轻行出来，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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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最后得到金牌。这是这对男双因奇妙的故事。嘛，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这个高尔夫的选手潘正崇，伊大声拍落到地嘛是排几啊十名，就对想讲会当陪拍就好啊。无想讲伊对30-40名、40-50名一直爬到最后，竟然甲7位的迄个世界上悬的高手拼第3名。虽然无冠军，但是你知影讲伊毋知是安怎？对外口吼，亲像迄快速跃起来，最后竟然得到铜牌。咱嘛看见世代传承，看见上老的乒乓选手40岁，上少年的19岁，差20岁，像家己的囡仔同款。有真侪人足感动，讲看到即款的画面啦，老前辈伫甲少年的鼓励，甲少年的指导，这是。另外一件，互咱感觉真感动的故事。老牌的选手，甲少年囡仔讲加油吼！这种故事拢真水，嘛有真人画迄款漫画，讲老的甲少年的吼，安那甲传承，安那甲指导，安那甲祝福安尼。咱嘛看见无放弃，一个教练陪伴着一个选手，一个体操选手15档啦，对囡仔开始甲栽培。当伊得到银牌的时阵，走去甲伊的教练揽做伙，心中的感触非常的大。咱较早10几年前捌看见一出纪录片，叫做《翻滚吧，男孩》。迄个翻滚今仔日得到银牌，有人嘛是甲画迄个图吼，是囡仔图，甲15档后得银牌的图，体操15年的陪伴。但是我领受到的迄感动啦吼。最后，我要送甲咱送甲勉励是：第45周年上大的意义是甚物？咱毋是只干那来纪念前上帝安怎祝福咱富强教会。咱今日上大对东京奥运对咱台湾队上大的一个领受一个感动是讲，咱爱看见咱富强教会新的一代，毋通互因来互人看轻。保罗先生对少年人的呼召，咱这段经文真熟。伊讲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见，就伫讲话、行做、疼心、信心、纯洁做信徒的模范。13节就第二宣读圣经、劝勉甲教示。14甲15讲毋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恩赐，这个代志你着专心致意去做，互众人看到你的进步。但遐姊妹用这段话，我要伫遮。大来呼吁讲，遐尼即话，咱看见东京奥运会，咱少年辈遐尼优秀，超出咱较早的眼界，咱是毋是犹原是看见富强教会新的一代，互因犹原遐尼出类拔萃？
咱的富强教会世代传承已经几若冬，大家拢咧想啊。事实，我甲谢牧师受邀请来转来咱富强教会。阮当初甲咱这长老讲的讲事，就是讲，阮若讲阁会当对富强教会有甚物款的帮衬甲出力，就是陪伴咱现任这领袖，做伙来敲吹未来的领袖，来敲吹一个更较优秀、更较上帝重用，无论是工人，无论是教会领袖，也是新的世代，互因搁在伫教会即个平台来见证上帝的恩典甲祝福。新世代兴起已经是伫眼前啊吼，袂当搁拖。咱看见东京奥运会台湾队的特质，就是世代传承，独当一面。咱拄则看见遐影片，咱必须爱互因即个舞台。若无舞台，因就无机会通显露出上帝所予因的责任。所以咱爱祈祷来敲吹。我嘛咧呼吁咱所有的兄弟，特别你现在是教会的领袖，教会伫各单位的带头的，你的心中。伫你的落地内底，至少要有2-3位你感觉优秀的青年，你是准备要栽培伊，就亲像迄个体育的教练安尼，15当前已经找好即个囡仔，将来必定成才啊！是经过毋知偌济摆的练习甲操练跋倒，才有今仔日的成果。咱毋望富强教会继续。看重青年，互因知影，伫因所交托的任务顶间来拍拼。互咱亲像迄个体操的教练，咱这长辈伫边啊，甲因压，甲因扶持，甲因培育，互这青年门徒会当成长。咱一个上大，特别今仔日也是爸爸节吼。我想每一个做爸爸的，拢无想讲啊，即个囡仔了尾仔囝比我较差较济啊，人较早阮外敖，毋是啦。做老爸心就是讲，哎呀，囝，你真正比我较优秀。较早阮无即个条件，较早阮无即个环境，但今仔日有啊。你要比我较优秀，我想这是每一个做爸爸的精神。我期待今仔日伫即个45周年的感恩，袂当大庆祝，总是互咱放落一个心愿，就是咱成全这青年人，咱交棒世代传承。伫即个奥运会，每下礼拜拢是咧田赛竞赛，迄竞赛传统的竞赛，咱看见真侪迄个接力赛。迄接力赛吼，你无论走偌好吼，你若棒交无出去，到最后就是搁输去啊。交好，后壁的人搁愈走愈紧，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，拢伫咱看影片的中间。事实。咱的少年人吼，因会用因家己的语言来学到上帝，用家己的语言来对人招呼讲要哪认捌上帝，毋是咱家己即个较资深的兄弟，咱用咱的办法讲，你著安尼讲，毋是啦，是互伊知影要安怎讲就好。因为东京奥运会这少年人用因家己的语言，用因家己的身体语言，来见证台湾对因的栽培。我也毋望咱富强教会，或者少年人兴起，会通看见上帝伫因身上做美好的工。期待世代传承，才会当继续互上帝荣耀存在伫咱的中间。愿主的恩典，甲咱众人三甲同在。今日四位，毋望咱礼拜煞了后，咱家己有家庭的祭坛。咱也会当互相来分享、甲讨论，也伫小组的内面吼。下面我要招咱做一个公祷、大祷，才来做结束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伫遮3甲5分庆祝富强教会设教45周年。阮看见主的圣殿的荣耀，毋是因为阮敖，是因为阮会晓伫遐发现、伫遐见证。伫遐传承，阮求你帮助，互阮通过这边奥运会，台湾的青年人美好的表现，阮也做伙来学习，在敲吹一阵，亲像奥运青年遐尼优秀，
伫富强教会少年，互因徛上舞台，为着富强教会来拍拼。主啊，今日反放着即款的心来操作、来鼓励、来成全、来祝福。主，阮也为着疫情还未完全解散，各年龄的同胞，大家人，主通过疫苗会当适应，也有遮医护人员身心灵拢平安，指挥中心对阮的领导会当顺遂。阮着台湾同胞，大家人会当当心，无互相指责、互相来攻击，互台湾会当搁一遍恢复迄个美好、平静、清气甲平安。阮为着疫情中间伫经济、事业、工作受影响的兄弟祈祷，求你赐落智慧甲开力。虽然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，总是有主你的保守，阮的确搁有信心度过难关。主，阮为着各教会各项的事工会当继续恢复顺利，聚会、门徒训练、福音事工咱顺利展开，求主你来保守。也有伫暑假期间，青少年主日有好的假期安排，身心灵拢成长，来感谢主，求你赐福因。阮也为着台湾真侪所在，即几日因为卢比风台所带来的大雨，求你保守，或者是山区也是较低的所在，饮水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，来经过平安。阮为着病痛中伫治疗、伫静养的兄弟祈祷，求主赐落安慰、甲扶持、甲医治。平安的上帝，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教会兄弟姊妹，大人群经过2-3个月，伫厝内伫线顶的礼拜，慢慢阮爱去重新恢复阮正常的作息。阮希望教会会当恢复较早迄款的活力甲开力，也阮有好的安排甲防疫的措施，互兄弟姊妹转来到圣殿，大家拢得到保护，得到你的平安。大家搁一遍来见证上帝你的祝福。伫你面前感谢你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兄弟姊妹，我用短几项报告甲咱做提醒，咱的周报内底拢有吼。伫即个报告进前呢，咱今仔日拄仔是爸爸节啦吼，我要请同工来用影音来播送，咱遮的主日的小朋友对所有的爸爸的祝福，咱先来看即段影片吼。
我的爸爸好帅气，身体强壮有活力，天天工作最努力，时常陪伴照顾我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， 爸爸我爱你。我的爸爸好帅气，身体强壮有活力，天天工作最努力，时常陪伴照顾我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， 爸爸我爱你。我的爸爸好帅气，身体强壮有活力，天天工作最努力，时常陪伴照顾我。I love you, I love you， 爸爸我爱你。爸爸我爱你，阿公我爱你，外公我爱你，江父爸爸我爱你。感谢主，这可爱的小朋友吼，祝咱爸爸节快乐。毋知今仔日咱这儿女会当带咱去餐厅食饭无啦吼？不要紧，这庆祝欠的嘛不要紧，只要是咱看见这囡仔，拢祝平安快乐吼。下面牧师做一个简单的报告，就要来做结束吼。咱头一个是咱这个新冠疫情的通报啦吼，咱这个中央疾管区吼。伫8月初6，佮宣布讲疫情的2级的警戒要延长到8月23吼，8月23。第二咱本会申请下主日会开放99人的聚会吼，咱进步会当用牧师讲道后壁面的资料吼，就是政府允准讲若教会你的所在有够宽。会当申请99个啦吼，咱目前公文已经送出去啊，所以咱相信咱后礼拜应该是拜六吼，拜六咱的双年聚会，就会当用阮99个，咱若照即个措施吼，就是咱遐个规定拢有照遵守，应该就会当顺利吼，可能一两天就会公文就会来吼，咱会当伫网络甲咱通知，咱拜六的聚会，佮拜五的即个祈祷会，拢会当。99个以下吼，即个防疫拢照常，只是讲人数较大小可吼。所以咱教会因为99个嘛，袂当用阮所有人拢来，所以咱教会小会建议讲，咱中级各单位首长侍奉同工，然后过来是安怎呢？有个兄弟伊伫厝呢都无法度人看网络，吼，伊爱来教会这欢迎吼。第二是讲，我属想要来，毋过。毋知有够超过人无？你若敲一个电话讲，我会使来无？咱甲你登记讲，有限制99个以内拢会使。伊讲优先登记的，吼，咱一场拢会当99人，吼。请大家期待后礼拜会当99个以下来参加礼拜，吼。第三，今仔日爸爸节，吼，佮设到45周年，毋过咱只甲进行一般的礼拜啦，吼。爸爸节的礼物嘛袂当送，歹势，吼。咱今仔日有特别安排主日的学生来录影献诗，来祝福这个爸爸。咱原来的圣餐加洗礼式渐安吼，望讲将来若会当实体礼拜，咱才来举行。原来的圣诞大聚餐嘛要暂停吼。过来是咱拜五的即个祈祷会，咱才有主日的模式，由主领敬拜同工伫现场做线顶直播。但是咱过来即礼拜就会当开放啊吼，开放咱所有的。参与的同工拢入来，吼，拢入来。咱的兄弟拢会当参加实体的聚会。咱小等的10点15分有主日的课程，请大家这爸爸妈妈甲细囝安排好，互因来参加。咱的文道学校马上要伫本礼拜拜3、8月11暗时就要恢复上课。咱阁有3课上无了啦，吼。咱请这学员会当注意来倒转来上课，吼。咱拜六双年团契要正式来聚会啊。咱伫8月11吼，8月14拜5、拜六
9点半，咱要请自然执事来见证，哈。啊，咱因为3楼可能底较袂落，因为按那有空位，哈，所以咱起来4楼聚会安尼。啊，请咱这常年注意，互相来联络通知。后主日咱要开小会，啊，咱请小会员吼，爱来参加聚会第2场礼拜3要来开会吼。也继续请咱兄弟来帮忙登录即个线顶的礼拜人数。虽然咱伫网络内底咱统计讲几个人开即个线顶的礼拜，但是迄个人数较袂标准。咱也会当各单位各报人数入来，啊，互咱做一个统计吼，对将来咱的记录较方便安尼。啊，其他会友请圣家族的关怀中心来协助。个别会友嘛，咱主动来讯，也是讲来电话来甲咱的办公室讲，我有参加线顶的礼拜吼。最后一项，咱要恭喜本会柯义成弟兄甲丛玲姐妹因夫妇吼，啊有作为联合来成立一个嘉禾联合治疗所吼，啊咱甲因恭喜吼，啊因这是专门做复健，啊做一寡治疗吼，啊所以特别是因有讲对这个无细致拄着中风，啊需要赶紧互恢复起来，愈早愈来复健愈好。啊，咱若兄弟看见有亲人朋友拄着即款的困难的，会当介绍吼。啊，咱周报内底有写因的住址，啊，甲电话吼。啊，这是因联合诊所，啊，伫昨昏已经正式成立啊，咱甲因做恭喜吼。下面啊，咱请咱的师会来甲咱带咱做奉献，啊，甲做结束，多谢。咱即时来奉献。请会友请起立，咱来念这诗歌，奉献的诗歌，甘心的奉献。甘心的奉献，主我愿意，乐意的奉献，主所欢喜，主听嘅大无比。我愿意成为你，奉献你所想事，报答我主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来做伙念啊，这个月金句《申命记》第5章第16节，咱做伙来念。着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，互你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方，日子久长，来享受福气。申命记5章16节。咱即时礼拜到这所在，咱要来吟上扬的诗歌，圣诗400首，愿主仁爱甲你同在。因这煞请牧师来祝祷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你心境的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天堂，亲像长老我醉，地望母暗暝看见主的光。咱做人领袖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扶持帮助因带，甲阮富强教会45周年所领受的恩典，遐日子为三角同在，也享受平安甲喜乐，伫咱正大家中间
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免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咱默祷感恩来做闭会，愿大家祝福咱，大家拢平安。咱今日有真侪兄弟哈，来实体礼拜哦，感谢恁。后礼拜就咱搁较侪人来哈，咱且同工斗算一个咱现场的人数啦吼，做一个记录，互咱